中妇产科的医师李茂生用气功的技术，帮助一个妈妈甲伊的查某囝拢顺利来生囡仔做妈妈。两母仔囝是真感动，讲这李医师袂输是送囡仔的阿公同款。 30多年前，张女士由先天性子宫中隔，经过手术治疗了后，生大汉查某囝。那大汉查某囝伫咧结婚后真侪年，嘛一直拢求无囡仔。落尾有妈妈的建议，嘛来找李茂生医师。我妈那么难怀孕的人，她都可以这么容易成功了，我就觉得应该比较可以，就是提高成功率吧。医师讲，经过诊断，林小姐轻微的多囊性两周正负群，子宫内底有真侪烂散肉含肌瘤。治疗了后进行气功疗程，利用第4代气功技术，嘛可以顺利把查某囝生落来。从人工受孕一直走向第1代、第4代的试管，所以那个家族呢，是整个在不孕这个治疗过程中见证台湾的一个生殖医学发展史。大汉查某囝林小姐有李茂生医师斗3天，可以生第3代家族成员，会使讲这个缘分是真正做难得的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